大家好啊！有光頭佬嚴大地啊！今日係3月20號啊，星期四啊！睇下灣仔有幾多檔啊嚇！好，去片第一檔，第一檔三公主啊！咁啊，下一首想唱過俾你哋聽啦，係啦。好，多謝大家嚇。咁睇第二檔先。話俾我哋聽嚇，辛苦曬大家啦。好，第二檔。第二檔啊，真真啊，第二聽檔。晚油麻地嗰度開，聽晚真真遊灣仔。油麻地聽晚我都開真真遊嚟灣仔啊！好，咁我第三檔咧喺邊檔啊？阿石、阿林榮大哥、陳錦業，多謝晒，多謝石店長。第三檔。大地哥你好啊！我認唔認得啊？佢有佢創嘅佢個品。歡迎我哋大地哥，好，第三檔係心梨。歡迎大家嚟到灣仔天歌，繼續支持我哋大地哥嘅頻道。多謝。訂閱點讚，唔好俾佢停啊！支持大地哥就等於支持我哋街頭藝人啦。多謝。多謝。三檔，第三檔好，第四檔邊檔啊？好，第四檔。好，第四檔嘅黑妹啊！好。第五檔啊，小甜甜啊，好，好睇下第六檔邊檔先。第六檔啊！第六檔啊，小百合啊！好，咁你有冇第七檔啊？好，睇下先。第七檔啊，呢度冇，呢邊冇喎，呢邊。好，有冇第七檔？好似有喎，仲有一檔喺度喎。睇下邊嚟先。第七檔啊！第七檔啊嚟啊！嚟啊！第七檔啊！邊個都有。快評咧，喺邊個啊？啊，跟住有個網紅啊，網紅又喺度啊，網紅。巡邏，巡到除成點啊？係啊，網紅點啊？呢排你掂啊，網紅。灣仔咩環境啊？除成點啊？好多啊，越嚟越旺噶啦，開始越嚟越好噶啦。越嚟越旺盛啊！係啊，因為熱啊嘛，熱天啊嘛，開始越嚟越多人嚟噶啦。啊，好啦，今日灣仔報道完畢啦嚇，多謝大家支持嚴大利嘅頻道。
同我訂閱我頻道啦嚇，分享出去啦，同埋撳埋個鐘仔啦嚇。好，唔該晒咁多位啊，好，拜拜，多謝晒。